係咁樣，冇咁容易。OK， 同埋我嚟我嘅腳到呢度，我可以用呢個大嘅支圈放到先。呢度唔走到都有帶咗邊啦？但係你不行。好，跟你哋嘅一樣，或者長少少。試下最好最安全就係每一次用個電鋸。手指公啊 ，wrap 擺喺handles 咁樣，係啱嘅，呢個唔啱，呢個唔安全，但係呢個算係安全。同埋每一次啱啱鋸完晒之後，習慣你啱啱鋸個樹枝，傾住個 brake。安全，唔使怕。如果你啱啱鋸完冇傾住個 brake， 如果你喺滑嘅樹皮開始跌啦，或者你會夾就咁嗰個齋，開好安全。如果你每一次習慣 brake 住 brake 住。同埋如果你開個我知道喺地面容易講用腳所識翻方法開電鋸，或者喺地面用腳擺好，但係喺上邊樹上邊你都可以傾住先，睇下有冇個 brake lock 住佢。我要開始，我可以咁樣預備好。係安全啲，如果係就係咁樣冇咁安全。好。呢啲係見神殺神，見佛殺佛啊！阻住佢啊嘛！我見到攞火箭上去咧，得一隻手揸佢，一隻手係咁凌空咁樣跳咁啊掹，個個都係咁掹。但係問題咧，佢嗰個幾好㗎，即係話腳頂住個樹幹，頂住嚟扯，咁啊穩陣。以前有條仔咧就教我哋呢個係嘛，佢阿袁錦成翻嚟就教我哋。